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地龙记下卷22章第3节到20节，罗马书11章第2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有气绝。上帝总是会予人有机会，就算是讲人时常犯罪，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人子来是为着要来钓罪人，毋是要来钓义人。上帝予咱人机会，是因为伊是怜悯佮满有恩慈的上帝。人离开正道，是因为无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咱对法律的角度来看，迄个意思就是法必须爱有律啦，吼。律就是一个规律，是一个实践，是一个规范。如果有法无有律，这个时阵呢，法就等于无存在。所以律是非常重要的。以色列人早就有诫命甲律法，但是因却犹原离开上帝，因为因无将律法当作一回事。上帝并无弃绝以色列人以及世间的人。那呢，世间的人甲以色列人也应当爱用相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，还是讲回应上帝。咱应该用遵守上帝诫命做生活的目标，互咱家己会通行伫上帝的真道的顶悬。因为若无遵守上帝的这个诫命的人，就无法度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。就亲像无遵守一个国家的法律，要安怎讲是生活伫这个国家呢？举例来讲，伫美国的交通法规定，红灯呢停2秒。或者是亲像加州的规定，爱停3秒以后，伫安全的情形的下面，就会通来划正边。但是伫台湾，必须爱有青灯，或者是讲有青色的正划的箭头，才会当来划。牧师要问讲，咱遵守倒一个交通法规，表示咱是生活伫台湾的人呢？我想安尼的时阵，咱就真清楚。相反伫咱咧讲家己是上帝的儿女，却无有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无法度说服咱周围的人讲我是属于上帝的。以色列人长期离开上帝的真道，但是有一天，约西亚王伫咧修建这个圣殿的时阵，竟然发现圣殿内底有上帝的律法书。伫列王记下卷22章第3节到20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，这个历史，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8年，伊找派米斯兰的孙阿撒利亚的囝王室的书记沙番去圣殿，吩咐伊讲：你到大祭司希勒家遐去，摕一份财务报告。顶员登记着祭司伫圣殿门口值班的时，5人所收集的钱银的数目。你叫伊将这个钱交予主管修建圣殿的人，因为伊爱支付工资予木匠、建筑工人、涂水师，
阁有叫要修理圣殿需要木材甲石。主管修建工程诶人拢真诚实可靠，毋免咱甲因算账。三番就将王诶命令传达予希律家，希律家就甲三番讲，伊伫圣殿找着法律册。希律家将册交予三番，三番读然后伊就转去到伫王遐报告。仆人已经将圣殿诶钱交予主管修建工程诶人，伊阁讲，希律家交予我一卷册。三番就大声来朗读，予王听。找到一本诶即个册，并毋是啥物大代志，是了不起诶代志。但是上重要诶是即个约西亚王诶态度。当伊听到律法诶规范了后，反应真正是真激烈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王听到法律册顶悬诶话，就掠开家己诶衫，吩咐希律家祭司三番诶囝希干、米该亚诶囝吉波、王室诶书记三番，甲王诶侍从散讲，恁去替我甲全犹太人民来问上主，来查明即个册诶假实是啥物货。上主愿发受气，是因为咱诶祖先无听伊诶话，无有照即个册顶悬所记载去做。伊非常诶敏感，马上感觉到因诶遭遇，就是因为无有照上帝诶律法诫命去实行，因为安尼来得罪上帝，互上帝受气。咱知影当初时诶女先知安尼讲，伊爱因倒转去见王，将上帝诶话来转告王讲。我要照着王所听见迄个册顶悬所写一切诶话，来处罚耶路撒冷甲伊所有诶居民。因离开我，白诶生命来烧香，所以因所做诶偶像激起我诶受气。所以我要耶路撒冷发受气，袂会停止。直到迄个王本人，我主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一听到册顶悬所写的，就伫我的面头前谦卑悔改。你一听到我的警告，要处罚耶路撒冷甲伊的居民，互伊成做趴园，互人咒诅的所在。你掠开你的衣裳，为我来低头。我就听你的祈祷，也因为安尼，伫你死之前，我无要降灾互耶路撒冷，我会互你平平安安来离开。也就亲像伫今日咱前言所讲到的，知法却无律，无去实践的话，律法册就对听到的人来讲，是只不过是一个死的条文。约西亚王是一位实践者，是上帝眼中看做义的王，伊的作为当然就会无共款。保罗甲罗马教会基督徒讲着上帝对古早所计划要赏赐的救恩，因为伊无要去绝人，并且早就竞选人来做伊的子民。保罗讲，现在情形嘛是共款。上帝出伫家己的恩典所竞选的人，只有剩少数。上帝竞选也是出伫恩典，毋是出伫根据人的行为。如果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所谓的恩典就无算是恩典啦。结果怎样呢？
结果是以色列人得袂到因所要找的，反倒当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因找着。村的人对上帝的呼召耳孔听袂着，就亲像圣经所讲，上帝互因的心灵来麻痹，直到现在。因的眼睛看袂到，因的耳孔袂会听。大笔也讲过，愿因伫宴会顶悬陷入伫迄个坑套内底，去用定条的，互因愿因来受绊倒，受着刑罚。愿因的目睭蒙蒙，袂会看见；愿因弯腰稳固，无有停止。这就是咧讲上帝无弃绝人，并且赏赐救恩予所有愿意相信的人。但是犹原有人无愿意接受，无愿意相信。因为安尼就必须爱面对刑罚甲苦难。安尼的困境不只是上帝所予因的，也是人家己自找的。因为因看见上帝的怜悯甲救恩。基督徒伫拄着济的困境的时阵，无需要烦恼担心，因为上帝应允并袂弃绝咱，就算是咱离开上帝，伊的慈爱也永远袂离开咱。所以就要把握机会，抓牢迄个应允，跟对上帝，领受救恩。诗篇119篇159、112节。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来遵行。我一定要安尼来遵守。我受着极大的苦难，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规个教示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顾我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顾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。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，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遵传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感谢上帝赏赐怜悯的救恩，无因为阮的不义来弃绝阮，反倒转来赏赐满满的慈爱甲恩典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